我現在首先要甄別線索真實性，進行甄別以後，我才能進行這個立案。祁東野宇，您說的是祁東野宇啊？徐卫礼。浙江的宋史研究专家郑嘉丽老师，他们也在查徐卫礼这个人。祁东野宇里面呢有记载，但是信息量很少。他说，全世界的这个研究宋史的专家结合起来都造不出这样的内容来，这是没有范本的。文献里面有记载，有这些东西，但是谁都没见过。专家给我一个就是信心以后，不管你这个文物现在在何方位，那我们就有这个責任心把它追回来。走访下来，其實是得不到什麼訊息，因為你話不好明說，這個東西很麻煩，找什麼東西不能暴露出去，可能聊了1-2個小時，才可能跟我們的正題搭點邊，很費腦子，而且效果不高。哎，李大，我們在這兒找了10幾天了，確實是沒人見過那東西。不過，我在想啊，既然這條路我們打不開突破口，那會不會我們要找的這個東西，它真的是盜墓盜來的呀？誰？董館長。哎呀，老哥，西哥，好久沒有見了。哎呀，趕緊過來。好。坐會。哎呀，真的是西哥啊，老哥。你看啊，哎，這個照片上的東西，你有沒有見過？這不假的嗎？這放我這裡放了1個月賣不出去啊，我給退回去了。我退到哪裡了？你知道嗎？咋了？這東西？啊，沒事。朋友讓我打聽了一下，